为他制造的箭没有什么害羞与剑了。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等待救援队。I heard that you used the tsunami to solve the demolition problem. 老子个平民！这到底是个什么怪物啊！啊！杀了上百人，号称非洲的捕猎之王。是不是要死了？人都会死的，但绝不是现在。